南部地区透早空气品质无好，拢是柑仔色灯号。尤其高雄有10个测站，台南有3个是出现红色警戒。高雄市环保局就提早应变，要求工厂爱减少排放。那台南市某学校插红旗，提醒师生爱减少伫咧室外活动。 徛伫寿山顶悬望过去，规个高雄市拢是蒙蒙瀑布。都咧高雄地标北五大楼嘛看无啥久。另外，伫台南市区嘛是相像的情形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南部地区毋若271天的空气歹，续落来228连续假期嘛同款会因为吹东风。高雄、台南、屏东伫风尾，污染物沉伫咧遮吹袂出去，空气品质是共款歹。较歹的空气吼，无办法吼，走有别位去。 所以治安部的所在有即个较歹的空气，不管是今日明仔载，搁过这2、3天其实按西部的空气都无好。高雄包括仁武大寮等等有10个测站，台南有3个拢是红色警戒。 除了高雄市环保局有针对大型污染源启动应变措施以外，台南市的学校也赶紧插红旗来提醒师生，空气不好，要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。环保局于昨日呢，已经提前通知各大型污染源，如中油大林厂以及中华纸浆执行降载减排的相关因应作为。今日呢，仍将加强大型污染源的相关巡查作业。那另外在移动源的部分，则加强拦查及拦检。就像今仔日是红旗，所以伊个把红旗挂起来。 挂起来了后，阮就来公布，透过校的公布系统来甲咱的囡仔、甲咱的老师来提醒，囡仔的空污品质无好，爱注意，咱出来尽量莫做户外活动，地一口暗的。南部地区受到地形甲风向的影响，当年的寒天甲春天空气拢会变真歹。气象站表示，等到热天外透西南风的时，南部的空气才会变较稳定、变较好。这段时间，民众若是要出外，嘴暗也是爱挂的，才会当保护家己。记者李成武、柯家族、柯昭雄、高雄台南采访报道。